8月份，星日中國遊帶你哋去睇馬戲團表演，重本包場，絕對唔好錯過。係今次行程，我哋為大家準備咗順德特色風味宴，其中嘅順德魚羹簡直一流。食完午飯，我哋就去睇價值188蚊一位嘅國際大馬戲，嚟自俄羅斯、古巴、烏克蘭、哥倫比亞嘅頂級藝人強聯手，配合千萬打造嘅頂尖科技舞台，空中飛人、驚險雜技、幽默小丑輪番上演，壓軸環球飛車，驚險刺激，爆保值回票價。睇完馬戲團，仲有各種各樣嘅野生動物等住你哋，企鵝、火烈鳥、長頸鹿、黑熊汽水，仲識望鏡頭添。你見老虎同獅子都好悠閒緊曬太陽。樂園仲有好多刺激嘅遊樂設施，仲有超逼真嘅蠟像館。夜晚就會帶大家返到酒店休息，酒店設施超多驚喜，持有房卡就可以享受泳池同埋養生池，仲有免費嘅健身房、桌球、乒乓波，會員仲可以免費升級大床房。咁興趣嘅團友快啲嚟 WhatsApp 98778835諮詢啦。7月1號到8月31號期間，我哋星日中國遊推出重磅福利，只要完成任何一個行程，並且到線下門市黃大仙新光中心258A 首次下載本公司 S， 即可以領取50蚊現金。如果對行程感興趣，就快啲嚟 WhatsApp 揾我哋報名啦，同埋記得 Like、Share、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下次見。